江景怡庆祝51岁生日，经济部处长何进聪表示，江景怡是台湾重要资产，希望当继续在台湾打造出新的科技技术。创新银行，共创辉煌。经济部代表以及产业界做伙庆祝江景怡51岁生日。根据江景怡公布的数据，自2019年到2024年，江景怡成功辅导23间新创公司，为台湾产业做出正大的贡献。经济部处长何进聪表示，面对 AI 产业快速发展，希望江景怡会当来协助提升台湾竞争力。在现在 AI 的时代，现在科技创新的时代，工研院将肩负更重要的任务。尤其赖总统他所提出来的5大信赖产业，这些都需要工研院用更前瞻的视野、更深化的技术，能够为我们产业打造更有未来性的这些技术。活动现场把展出包括半导体技术、车用晶片以及5G 通信材料等等的新科技。今天的主要的展览也是重点放在最近大家觉得比较关心的议题，像半导体啦、5G， 还有一些循环经济，还有一些能源的议题。那半导体相关的里面就有千瓦型的散热，还有这个跟 UCLA 合作的 MRAM 的技术。面对全球科技人才需求，江景怡院长表示，江景怡会透过培育计划来协助人才多元发展，参国际相连，为台湾培育出更加多优秀科技人才，站稳台湾半导体领先的国际地位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